唱唱跳跳又来了，礼拜一来到讨论时，多联系节目当中有安排众多精彩表演。歌舞表演带来国新年平安喜龙跳歌曲，还有神奇的流向题带来特在歌。接下来就来欣赏几条精彩演出。几组的小朋友会带来个新年歌舞表演，接下来就陪你看下来欣赏小朋友的演出。接下来，小朋友会带来平安喜歌舞表演，陪你看下来欣赏几条的表演咯。山南新下新民，染盖碧彩天。
青秧地。你用蛋蛋糖么？不错，你用蛋蛋糖么？你用蛋蛋糖么？蛋糖么？有骨也有咯。唔系，有骨也有咯。有骨也。内容都系弄泥弄啊。糖是啊，因广东佢都糖到死，所以当凄美嘅对法，所以我成日啊讲到都当很开心的讲出来几句安样。最困难的都系因为佢哋都系死嘅，转海陆腔阿蛮难转，糖又当糖唔识，所以我教几家下都一则时咬到了只叫字了，我冇会学咧。所以紧鼓励佢，因为佢今年考丙级又通过，我希望佢学会讲，所以就一则时当耐心教佢哋的。家妹妹当认真，一则时拢爱教佢的，直接剪接本佢，因为佢哋有讲过戏的，海陆的唔识讲，所以礼拜日本佢两啥挑战。肢体语言就因为佢两啥算是还活泼的声音呢。像那种的口说艺术，又还亲密的水嘅素材，你弄啊唐诗啦，今日讲唐诗，叫做大家是不警告他一下，我叫用硬把又紧讲，又讲还有石佛啥巴士又传来，太平又传来，搞唔清楚，因为佢做龙耳安样，大家好，我係李文天，我做看唔到嘅你，見唔你，我做得大到，我嘅師母嚟，平常我都擔到。老師講我處理兩個時間，我真冇歡喜。哥哥講我前面嘅時間，我講下冇歡喜。佢兩啥平常都會上達，都會上達。可是上台我就还严谨啊，可是这个部分呢，是因为广本大沙还亲密，所以加强他那个动作，把他那个可爱性表现出来，因为他本来就动活泼，我还唔希望佢按闷闷的讲法，我家里表现出家原来的本性来样，所以我讲打死我一下警告一下，你看佢都会笑，你看啊。我感觉最困难嘅係咬死咬唔過來，因為我全家太細都會講死嘅，會講回了親啦，因為先生有耐心教我。因為佢遇到困難時，因為又想要上台，又想要表現，驚係冇一邊表演。講唔爭啊都講唔爭啊都冇一邊上台，嗰時候佢都會叫字，因為佢哋啥特別當愛上台。嗰時候呢，家媽媽都耐佢唔好，都打電話講，兩個細叫愛叫字誒。嗰時候我都起碼嚟溝通一下。佢兩啥算當認真嘅學生誒，因為佢兩啥從頭到尾哦，見人家學習，特別咪幫佢罵吼，唔過罵慣咧，佢咪當批啦吼，有啥事咪唔通法，唔過禮拜6咧嗶哩啵啦嘅天使哦，佢哋都當認真吼。幾家人都在學，愛講海陸法，因為愛規定，愛上課都愛講海陸腔，愛我對學習講法嘅時間來學習咧口說藝術嘅部分。希望佢兩啥係愛傳承人啊，耶！你冇講耶？耶。为了了解表演，紧练习，为了本大家看到好看的演出，接下来你共下来欣赏记得带来神奇的大嘴鼓哦。比下个唱本歌上台面，台片哦，除了车戏，你唱错嘞，台片哪有火柴？你唱错嘞。巴士渡河站过，眼眶有暗咯。天堂哪有香泪个？我讲眼眶有暗婆。哦，山青做泡菜，唔听也晒哦。山青做泡菜，哪袂知？呀，食材又容易，慢就是了米。呀个师母啦，爱色色又出。我讲呀，是不啦？两杀哥就两杀哥，汗水哦，都到一个厨艺咯哦。我呀个，你用蛋糖吗？有骨也有咯。哎呦，你干的阿多啊？
我是龙潭的客家人，哈哈哈哈！神梦大家李文峰、李文天又喊长来了。